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芬兰新任总理彼得里·阿尔波；司政边巴次人在新德里谈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西藏政策；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欧洲展开游说活动。藏人行政中央敦促中共停止对藏人实施酷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关注西藏强制性寄宿学校问题。加拿大议员呼吁对负责西藏强制性寄宿学校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涉藏民间组织区域协调会议在瑞典圆满闭幕。美国华盛顿州的藏人敦促众议员苏珊·德尔贝内支持西藏法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6月23号致函芬兰民族联合党主席彼得里·阿尔波，祝贺他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新一任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祝愿新任总理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实现芬兰人民的希望和愿景，并为一个更加和平和富有慈悲心的世界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六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主持了1年1度的莲师10万惠供大法会开幕式。每年，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在达兰萨拉琅杰寺的协助和支持下，组织这一传统的惠供法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以及西藏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在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印度加尔各答商业联合会妇女组织的成员，以及来自卡姆罗阿藏人定居点的一批僧俗民众。另外，在圆满结束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期2周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二6月27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出席了由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并发表主题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西藏政策演讲。司政边巴次人在发表演讲时强调，习近平的总体愿景是建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而牺牲的是西藏境内的藏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利益。尽管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但当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然不是安全的国度。司政还重申了国际社会承认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并敦促国际社会不要鹦鹉学舌般地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对西藏的占领合法化。在为期1天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印度、西藏和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的成员还就中共近期对西藏的活动和西藏的宗教、民族和环境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堪波强巴丹增、议员洛本突登嘉措和议员多杰才丹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三6月28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始对欧洲各国展开游说活动。在抵达布鲁塞尔当天，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拜访了来自捷克共和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兹德乔夫斯基，呼吁该议员在欧洲议会中提出西藏问题，并积极争取欧洲议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议员托马斯·兹德乔夫斯基在发言时重申了他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并承诺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其他欧洲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赤列汪堆于上周六6月24号在安特卫普出席了加荣罗布林周末藏语学校成立15周年及达赖喇嘛尊者88岁华诞庆祝活动。另外，在1997年联合国大会颁布的
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25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实施酷刑。声明指出，在被中国非法占领的西藏，酷刑十分普遍，当局经常对异议人士使用酷刑，导致许多藏人政治犯在获得释放时已经濒临死亡的状态。声明还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在西藏实施酷刑，以及立即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自2008年爆发西藏抗暴运动以来，已知有至少50起藏人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而死亡的案件。此外，本周四6月29号，在正在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上，与会的各会员国代表对中国持续侵犯人权，特别是在西藏实施强制寄宿制学校制度表达关注。在联合国教育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互动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米歇尔·泰勒赞扬联合国教育问题特别报告员促使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办的强制性寄宿学校的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及欧盟联络官甘丹措姆代表受威胁人民协会欢迎特别报告员关于受教育权利的报告，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加强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办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的问题。另外，加拿大下议院外交与国际发展常务委员会于近日呼吁加拿大政府利用特别经济措施法制裁负责在西藏实施强制性寄宿制学校和学前教育制度的中共官员，包括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负责设计寄宿学校系统的建筑师。在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向下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议员们提出了18点建议，其中还包括禁止投资与参与侵犯西藏人权的实体，例如向西藏的寄宿学校提供设备的实体，以及向大规模非法采集藏人基因样本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公司。报告还敦促加拿大政府任命1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持续加强援助印度和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社区的教育和抗灾能力。与此同时，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与瑞典西藏委员会及瑞典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加强涉藏民间组织区域协调会议，于上周二6月20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圆满结束。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和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去真更康，以及驻伦敦办事处辖区内的各藏人协会和支持西藏团体的28名代表出席了为期3天的会议。与会的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丹增列谢在会议上发言时谈到了西藏问题与国际社会的相关性，以及欧洲西藏宣传策略的复杂性。在瑞典议会召开的第2天会议上，瑞典议员玛格丽塔·塞德菲尔特和议员理查德·约姆斯霍夫，以及来自阿伯丁大学的马丁·米尔斯博士分别发表讲话，表达了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藏人协会于上周四6月22号与西雅图地区的代表和国会议员举行网络视讯会议，呼吁代表该地区的国会议员支持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顺利通过。此次会议汇集了来自西雅图藏人社区代表团的8个成员和自愿游说西藏小组的3名成员，通过视讯与众议员苏珊·德尔贝内和该地区的主任凯利·马夸特举行会谈。代表团呼吁苏珊·德尔贝内议员支持今年1月26号由吉姆·麦戈文议员和麦克·迈克尔议员向国会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顺利通过。此外，在5月26号自愿游说西藏小组和华盛顿州藏人协会的成员还与美国国会议员亚当·史密斯的代表安德鲁·海斯进行会面，传达上述呼吁。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